灣區揾筍樓 ，Rocky 幫你手啊 ！Rocky 咧今日就嚟到我哋中山市區最核心嘅位置石岐區啦，同大家介紹一個屋苑樓盤咧，係位於豪宅區嘅金煙半山花園。今次咧佢係全新加推咗7棟嘅戶型啊！講到配置咧，佢話第二就冇人夠膽講第一啦。屋企門口咧就係58萬方嘅一個中客體，分別有我哋一個萬象匯嘅商場以及假日廣場啦。屋企門口咧就係我哋金煙未來中心嘅 A、B 雙字塔啦，其中 A 塔咧就係238米嘅中山市嘅城市地標啊，3公里嘅範圍咧就可以去翻到我哋大順新都會以及利和廣場啦。講緊商業配套真係非常之方便噶，咁成一條輕中道咧，亦都集中咗我哋中山市80%嘅一個市政配套啦，包括我哋中山市嘅政府以及人大啦、國土局以及公安局嘅分布得係非常之密集啊。咁講到交通配置咧，呢個小區話第二，冇其他小區夠膽講第一啦。屋企嘅門口咧就係我哋輕中道嘅一個地鐵站點啊，200米嘅距離咧就可以步行到達啦。經過我哋18號線咧，延長去到珠江新城咧，只需要45分鐘噶。屋企門口咧同樣配置咗我哋永東巴士嘅中港車啊，1.5小時咧就可以翻到我哋香港啦。經我哋深中通道咧，50分鐘可以就翻到我哋深圳噶。咁而家 Rocky 咧就嚟到我哋園林嘅部分啦，8400方嘅一個園林景觀係得到咗我哋外景獎嘅一個優秀設計大獎嘅，480方嘅一個露天泳池啦。今次咧我哋係全新加推咗7棟嘅貨源啦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個位置，係一個無遮擋嘅景觀啊，125方、145方、146平方嘅一個單位。今次咧可以同 Rocky 上到去我哋示範單位睇一睇佢嘅全新交標嘅樣板間，以及佢嘅價錢咧係非常之吸引嘅。事不宜遲，呢邊請。而家 Rocky 咧就嚟到我哋125平方嘅一個示範單位，大家見到咧有2款嘅，一個咧係現代風，一個咧係輕奢風嘅。咁呢個125方咧係做到3房2廳2廁啊，呢個咧係一個輕奢風嘅一個風格啦，大家見到。改造之後嘅一個示範單位咧，廚房咧係連通到我哋一個餐廳位置嘅，係做到一個創意嘅廚房位置設計啦。呢邊咧係擺咗成面嘅一個櫃，呢個咧係我哋一個背景牆啦。兼且咧，大家見到一通出嚟咧係好長嘅一個大嘅下餐廳，以及我哋一個大嘅露台。前邊望翻出去咧，就係我哋城市景觀啦。如果係高層啲嘅單位咧，係好開揚嘅。下邊咧就係望到我哋一個園林嘅一個景觀啦。咁呢間房咧就係我哋一個套房嘅設計啦。大家見到噶非常之享受型嘅一個房間設計，做到一個大嘅飄窗，望翻到我哋出邊嘅一個園林景觀，係一個朝南嘅方位啦。呢邊咧係做到一個衣帽間以及主人房嘅套房設計啦，跟我主播嘅鏡頭咧，再嚟睇翻我哋入邊嘅休息空間。呢2間房咧係做到一個合房嘅配置啦，同樣咧係擺到一個大嘅孭午牆啦，以及我哋一個衣櫃嘅位置都預好嘅，兼且係有飄窗，同樣係望翻到我哋一個園林景觀。呢邊咧同樣係做到一個細房間嘅。都係有位置擺到衣櫃以及飄窗嘅，可以做一個 BB 房啦，或者係做客房嘅。公區嘅洗手間咧都係唔細嘅喎。咁呢邊咧係同樣擺設咗我哋一個乾濕分離嘅分區啦。主人房咧私隱性係好高嘅，客房咧係又做到一個明窗以及望到景觀嘅一個方位。125方咧全新設計咗之後，佢嘅一個裝修風格咧，真係人均選擇啦。講緊咧由205萬至到220萬嘅價錢咧就可以選擇噶啦。有興趣咧同我 Rocky 聯絡，帶大家親身過嚟睇現場。